后来继续来看台中的后里一间树林的回收工厂，顶个月20号发生着火警，了后佫一再来火烧，到3月28已经连烧5届，在地人真愤慨，讲这个火灾造成空气污染，嘛浪费真济水。市政府命令这个工厂都要停工拆掉厂房，但是对方真蛮皮，一直来拖刷，市政府嘛袂同意咯，再去直接出动着怪手，把这个工厂甲拆掉，卡免到时阵。 搁来起火烧。顶个月20日，台中后里这间树林回收工厂火烧处火真严，烧规暝才控制掉咧。想不到出来一个月来，这个工厂连续发生5摆火警。市政府发现这个业者无合法的营业登记，佫造成公共危险甲空气污染，出动怪手将工厂拆掉，以免佫发生火烧处。 过了3月9号，他们没有完成这个自行拆除，所以我们启动这个强制拆除的程序。这间工厂伫2月20发生头一摆火烧处，出来2月26、3月77、3月13、3月28，连续火烧处，因为空气污染被罚650万。当地民众怀疑讲导火原因无单纯，所以头家怀疑啥？怀疑人家偷放火啊！ 到底是甚么原因？警方要嚟调查。验过5摆火烧处用千几吨的水去拍火，在地人感觉讲安尼真正有够离经。大家反正3更半暝看嘛，就讲哦，实在无死食啦。树林工厂忽然发几啊摆同款火烧处，导火原因目前还未调查出来。附近的民众都要忍受空气歹、欠水、甲火灾威胁，真正是有够怨叹。